那我们上一堂课呢，就是讲完了，就是分类，就是说陆羽区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分为毗婆沙宗、经部宗、唯识宗，还有说无体性宗。那前两者呢，也就是毗婆沙宗跟经部宗呢，也可以分为说十四宗。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科判。那第三个科判呢，就解说个别分类之一。那个别分类呢，就是上述呢已经讲到说，主要的四个宗派呢，就是从毗婆沙宗，然后到中观宗呢。那现在呢，就来个别呢解说他们每一宗的意思。那在个别解说里面呢，就是又分为毗婆沙宗、经部宗、唯识宗，还有说无体性宗。那接下来呢，就是讲述到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毗婆沙宗。那在讲毗婆沙宗的时候呢，还有从七个科判呢，然后来做解释，也就是从呢它的性相分类，然后呢它从字面上的解说，然后它如何是承许净的，以及呢如何承许有净，还有呢它所承许的无我。然后呢，以及最后地道的建立，就是又分为这七个科判呢来做解释。那就是在三大士呢，在学习五部大论的时候呢，那最开始学习的教材呢，就是色类学。那色类学呢，最主要的见解呢，就是以经部宗来作为它的见解。那在学习完色类学之后呢，就是色类学里面，无论说它的小理路、中理路、大理路呢，那在色类学里面，主要是以经部宗来作为它的见解。那学完色类学之后呢，就是学习心类学。那心类学的见解呢，最主要是以就是唯识以及经部宗的共同的见解，所以它是属于唯识和共同，唯识还有经部宗共同的见解。那学到地道的时候呢，那地道最主要呢是以秩序派呢来作为它的见解。在学习中义的时候呢，就刚讲到说，学习地道呢是以秩序派的见解为主。那学习中义的时候呢，那中义当然就是讲到说四部中义各个不同的见解。那等到学到县官的时候呢，那县官就是有的学5年，然后有的学7年呢。那总之呢，县官呢是以秩序派的见解为主。那在秩序派里面呢，又分为随瑜伽行以及随经部行的秩序派。那在县官的见解呢，只要是以随瑜伽行的秩序派呢为他的见解。那为什么以随瑜伽行的随瑜伽行的这个秩序派来做他的见解呢？因为随瑜伽行秩序派的大车轨呢是净命父子，也就是净命论师。随瑜伽行大车轨的大车轨呢是净命论师。那随经部行的秩序派呢，它的大车轨呢是世亲论师，是轻辩论师。是轻辩论师。那我们在学县官的时候呢，最主要呢是依着就是解脱军，还有呢狮子贤论师的解释。那特别是狮子贤论师的这个名义论。那因为圣解脱军呢，还有狮子贤论师呢，最主要呢都是随学于净命，都是以净命论师的见解为主的缘故呢，所以呢，在学习县官的时候呢，是以随瑜伽行的秩序派呢为主要的见解。那在讲述县官的时候呢，那在中间我们会就是学习着了不了义。那在学习了不了义的时候呢，因为了不了义上述章论呢，一开始所讲述的呢就是唯识宗，所以在县官里面学习了不了义的时候呢，最主要呢以的就是唯识派的见解为主。那我们知道说唯识派呢，它又分为就是呃唯识派呢，还又分为就是随经教型的唯识派，以及随理路型的唯识派。那随经教型的唯识派呢，又称为是实相派；那随理路型的唯识派呢，又称为是假象唯识派。那实相唯识派呢，就是随着随经部的这个唯识宗呢，就是实相派呢，他们是承许究竟三圣道的。那随理路的唯识派呢，也就是假象唯识派呢，他们是承许究竟一圣道的。那至于说秩序派呢，无论说是随瑜伽行的秩序派也好，或者说呢，随经部行的秩序派也好呢，那他们全部都是承许究竟一圣道。就是在县官里面呢，学习了不了义的时候呢，说到说是以唯识的见解为主。那虽然说在学习唯识见解的时候呢，
并没有特别说到说了不了义里面的唯识呢，到底是实相派的唯识宗还是假相派的唯识宗。不过呢，看起来呢，就是因为有引用到就是五洲论师的一句话，看起来是讲到说是程序就近三乘道，所以呢，应该是属于实相派的唯识宗。那但是呢，这并没有差别，因为了不了义呢，他在讲述到说见解的时候呢，就是无论说是实相派的唯识宗也好，或是假相派的唯识宗也好呢，在程序见解的时候呢，同样呢都是以二取空呢来作为他们的见解。那同样呢，这边呢又讲到说，观待无分别根知的见解呢，也就是二取空的见解，和观待呢分别意识的见解，就是设为全色之身所趋的趋入境之相成立空的，那都是呢两派会承许的见解。所以呢，在见解方面呢，无论说是实相或是假相派呢，这些来说呢，以见解方面来区分是没有差别的。那学完呢，就是无论是5年或是7年，就是相关的课程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学习中观。那中观呢，学习了不了义上说藏论呢，是花2年的时间。那第3年的时间呢，再来学就是了不了义，就是关于就是中观中的这个见解。那一开始呢，在学习入中论善显密义书2年的时候呢，那主要是以应成派的见解为主。那只有中间呢，在讲述到唯识派，不是唯识派，中间在讲述到秩序派呢，他在讲述所破的时候呢，是以秩序派的见解为主之外呢，那其他呢，通通都是以应成派的见解为主。前2年学完呢，就是了不了义入中论善显密义书之后呢，那第3年呢，就是学习了不了义善说藏论，后面呢就是关于中观中的部分。那虽然说我们一开始呢在讲述就是了不了义的时候呢，会说了不了义前面呢前半部呢是属于就是唯识中的见解，但是呢就是仁波切的老师呢，还有一些就是先贤的祖师呢，他们有讲到说，其实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呢，从一开始就是归敬颂的部分，然后呢到后面就是科判呢在讲述到说，就是又分为以无尽慧经呢来抉择了不了义，还有以解深密经呢来抉择了不了义。那从一开始呢，就是归敬颂，然后一直到讲述说从以无尽慧经来抉择了不了义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大概两三页的这个内容呢，这一部分呢也是属于就是中观中的见解。那从后面呢，就是从解深密义来抉择了不了义呢，一直到后面就是大科判从无尽慧经解释了不了义之前呢，抉择了不了义之前呢，那这边呢才是属于唯识中的见解。那等到后面呢，就是大科判又开始讲述说以无尽慧经来抉择了不了义的时候呢，那同样呢也是分为就是秩序派以及应成派。那在秩序派呢，同样的它也是分为就是随经部行的唯识中的见解，以及随瑜伽行随经部行秩序派的见解，以及随瑜伽行秩序派的见解。就是有讲述到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他在讲述有关中观的见解的时候呢，就是他所有中观的论述呢，在总说的时候，像是了不了义也好，或者说呢，像是善显密书也好，就是这些关于所有中观的这些见解的这些论述，那在一开始的总说的呢，一定都是以应成派的见解呢，然后来作为他的一个诠释。那在讲述唯识派的见解，在讲述到像是释量论的时候呢，那主要呢就是以他的总说呢，就是以唯识派的见解呢，然后来做讲述。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关于就是见解的部分呢，就是著了就是5部大书，就是五部论点呢，主要是来解释就是关于中观的见解。那这5部呢，就是我们讲的广论的毗婆舍那，然后呢略论的毗婆舍那，然后辩了不了义上说藏论，还有入中论善显密义书，以及呢就是正理海，这5部呢是来解释中观的见解的。那这5部论呢，最主要呢也都是依靠着就是中观的见解呢，然后来做解释。那5部大论的后2部呢，就是关于俱舍以及戒论呢，无论是俱舍或是戒论，最主要的见解呢，是以一切有部的见解呢为主要的见解。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讲述了5部大论呢，它所有相关的这些见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4部中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个就是解释呢解说毗婆沙众。
那解释毗婆沙宗呢，它又分为呢7个项目，就是7个科判。那第一个呢就是性相，那就是他去解释呢什么叫做毗婆沙宗，它的体性呢是为何。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那毗婆沙宗它的分类，它又分为了几个部派。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词语的解说呢，就是说为什么呢它会叫做毗婆沙宗，或是为什么它会叫做一切有部的原因呢是为什么，就从字面呢来做解释。那第4个呢，就是静的主张方式，还有第5个有静的主张方式呢，就是讲到说呢，既然讲到说一切有部它的见解的时候呢，那它的见解是如何的安立呢？一定是从根到果来安立它的见解。那根呢，也就是我们讲述到静的部分，那静呢就讲述到说二谛，就是它如何安立它的二谛。那有静的方式呢，就讲到说，那有了静之后呢，那去证的它的有静呢，他们又是如何的安立？所以第2个呢，第5个内容呢，就讲到说呢，它承许有静的方式为何。所以呢，刚讲述到说，就是它承许静的方式，承许有静的方式，然后第6个呢，承许无我的方式，还有第7个呢，就是地道的建立。那其实我们从第5个呢，就是静的承许方式、无我的承许方式，还有地道的承许方式呢，都可以把它安立在地道果里面的道。因为呢，有静呢，自然而然就是讲说，就是提述到它如何证得静的，那就是讲到道。那无我的承许方式呢，就是提到说，为什么要讲到无我呢？因为我们在安立道的时候呢，什么时候是升起道谛呢？就是最初能够现证人无我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最初证得人无我呢？那这个时候就进入了道谛。所以要了解到呢，他们的人无我呢，到底是如何承许的。那第7个呢，就是地道的建立呢，它同时呢，就是显现了道，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讲地和道，所以就讲出了道。所以呢，静的主张方式呢是根的部分，那有静无我还有地道的解说呢是属于道的部分。那在讲说地道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讲说，那修学了这些道之后，他究竟呢所获得的果是阿罗汉果。所以呢，间接的呢，在解说地道建立呢，它间接呢就是显示了果的部分。所以从科判里面呢，就是可以结合着根道果来做解释。那虽然说呢，这里是有讲到说，就是他们承许无我的方式，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做一个辩论。因为呢，这边讲无我的承许方式呢，主要是以说一切有部呢，它的一个总说的方式呢来做解释的。因为如果说你以各个部派来说的话呢，像是以独子部还有说正量部呢，他们呢是并不承许无我的，他们承许一切法呢都是有我的。那这个在无论是中华大师论点或者说父子三尊论点里面呢，都是有提到的。所以这边呢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辩论。那就是在这里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格鲁派的教典里学习五大论的时候呢，有没有学习就是一些师地论？那通常呢，一些师地论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五地论呢，就是主要是在学习了不了义呢，在学习唯识中的这些部分呢，就是会学习到就是五地论的部分，就是会结合着五地论呢来做讲述。因为呢，在了不了义上说这样论，它讲述唯识中见解的时候呢，最主要呢是配合着就是阿赖耶识，最主要是配合着阿赖耶识呢，然后再做解释。那在讲述到阿赖耶识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是透由着五谛论里面的摄觉之分呢，然后来做解释。那当然说就是了不了义上说上论里面唯识中最主要的部分呢是依着解深密经，但是它同样呢就是配合五谛论里面的一些论述呢来做解释。那当然瑜伽师地论它本身呢也是属于唯识的一个见解，所以在学习了不了义上说藏论的时候呢，就会一起呢做学习。人家呢就说，他有时候会想说呢，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在学习色类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就是经部中，因为所持的呢都是以经部中的见解呢，然后来做学习，所以就有点像经部的中医师。那等到学到心类学的时候呢，又好像变成就是经部中以及唯识中呢，就是这些共同承许的中医师。那在学习
地道的时候呢，就像是呢秩序派，就学习地道呢，还有相关转论的时候呢，就像是秩序派的这些中医师一样。那在学习适量论的时候呢，那也是经部宗和唯识宗呢共同的这个中医师，就是共取经部以及唯识的中医师。那在学中观的时候呢，又好像变成应成的中医师。那等到学到俱舍跟戒论的时候呢，又是变成一切有部的中医师。那等到这些都学完之后呢，就发现其实呢，好像四部中医呢，自己哪一个呢也都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都有自主权，就是想要学习什么呢？想要学习哪一派的见解呢？我们是有自主权的。但是等到我们之后呢，在学习地道还有现观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照着就是随瑜伽行的秩序派呢，就是要跟着他们见解一起走。那等到我们在学适量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跟着唯识宗的见解走。那在学到中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跟着应成派的见解走，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自主了。这里有想请问仁波切，就是什么叫做五谛论？那五谛论呢，最主要就是无着论师呢，他所造的就是关于唯识中见解的一些论述。那汉系是直接翻成一些是谛论的。那藏文里面呢，它是分五谛论，因为它的名字呢，大部分都有谛这个字，所以五谛论就像是本谛分，然后呢，摄觉者分、摄事分、摄义门分，还有摄事分呢，就是还有五部呢，然后都会有谛的这个名字，所以叫做五谛论。就是有的说翻成一切有部，那有的说毗婆沙宗是，为什么呢？就是毗婆沙宗是梵文的音直接翻过来叫毗婆沙宗，那我们用意思去翻呢，就是翻成一切有部。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毗婆沙宗的定义，那就讲到说呢，不承认自证分，而且呢，主张外境实有的，说小乘中义的普特伽罗呢，那是毗婆沙宗的定义。那这边第一个呢，讲到说不承认自证分。那自证分呢，就是我们之前呢在学习心类学的时候呢，就是学现前的时候有讲到说，现前又分为根现前、意现前、自证现前，还有语切现前。那这里的自证分呢，就是那个时候所讲述到的自证现前，所以就要把心类学里面就是讲到关于自证现前的部分呢，然后现在呢就是可以拿过来一起做使用。那这里呢，就是讲述到呢，我们在讲述到自证的时候呢，那什么叫做自证呢？或者说什么叫做自证现前呢？那自证呢，它的性相呢，就讲到说能取相，就是它能够直持能取相。那为什么它就是说能够直持能取相呢？因为我们一般讲述到能取的时候呢，指的是有境，也就是心的这些法类。那它能够直持能取相的缘故呢，所以它称之为是自证。就是我们这边先解释一下呢，就是能取所取的关系，就是为什么叫做自证叫做能取相呢？为什么叫做它能够直持能取相，或者说它是能取相呢？就是一般呢，我们先讲述到说，就是有一个，比如说外境的这个瓶子，那有一个瓶子呢，那瓶子它本身是境的缘故，所以它是所取。因为呢，有一个能够取瓶子的这个有境呢，这个两支，就比如说像是直瓶眼支，那直瓶眼支呢，它是能够直取瓶子的，但是呢，在程许就是自证的这一些中医师里面呢，在讲到说，当直瓶眼支它在直取瓶子的同时呢，会产生另外一个能够领纳直瓶眼支的另外一个两支，那能够领纳直瓶眼支的这个两支呢，就称之为叫做自证。那领纳直瓶眼支的这个自证呢，和直瓶眼支二者呢，他们是体性一的。那所以也因为呢，就是唯识中呢，它是承许自证分的缘故呢，所以他会讲到说，依他起呢是自性成立的。那依他起是自性成立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和自证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承许自证的时候呢，就是只要是承许自证的这些中义呢，他们一定是承许说自证呢，它是不会有错乱之的，不像是说像是意现前或是根现前呢会有错乱的状况产生。但是自证现前呢，它一定是无错乱事。那也因为自证现前是无错乱的缘故呢，所以
它在执持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无错乱的，所以它本身呢是自性成立的。它在执持，它在它在直取外境的时候呢，会直取呢一切的外境呢都是自相成立的，所以由此它会承取说依他起是自相成立，就是因为自正分的缘故。这里呢就讲到说呢，自证呢，我们一直在讲述到自证，那自证提到说它是能取相，就是它能够显现呢这个了知的形象，所以叫做能取相。那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自证最主要的缘故呢，就是因为一切有部它承许呢，就是凡是了知呢，它必是无形象的。就是它无法显现形象，因为无法显现形象的缘故呢，所以你把自证的性相安立为能取相的时候呢，它自然不承许说了知是能够取相，因为了知它是不能够显现形象的，因为一切有不承许了知无形象的缘故呢，所以由此不承许自证。所以呢，一切有部呢，它是不承许说就是会显现形象的。所以同样的呢，直识平直的眼知呢，它虽然能够证得，或者说它能够通达平直，它能够看到平直，但是呢，一切有部并不承许呢，直凭眼知呢会显现平直的形象。为什么说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所有形象呢？因为呢，他们承许说，如果说像是直凭眼知呢，它要是显现平直形象的话呢，那它就无法明见平直。为什么无法明见平直呢？因为会显现一个平直的形象，所以这个平直的形象呢，它对直凭眼知明见平直呢，会成为一个障碍。所以呢，它由此不承许呢，直凭眼知呢会显现平直，因为它要明见平直的缘故。既然是明见呢，中间就不会有一个平直的形象呢去做障碍，所以它由此呢而不承许说，直凭眼知呢会显现平直的形象。就是他们在对于形象的理解的时候呢，会像是我们在田跟田中间呢，就会立一个地界一样，就是把两边呢就是区分开来。所以他们在安立形象的时候呢，就有点类似田中的这个地界。所以呢，他认为说，如果呢能够直凭眼知，要是能够显现平直形象的话呢，他对于说直凭眼知在明见平直的时候呢，在中间呢就会作为一个障碍。那如果说它中间是有一个平直的形象作为障碍的话呢，那照理它就没有办法清楚的看见平直。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要看平直呢，要是中间有一个墙壁作为障碍的时候呢，有一层阻隔作为障碍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后面的平直。所以要是有所谓的形象的话呢，它就会障碍呢直凭眼知呢它明现平直，所以由此他们不承许有形象。同样的呢，在四部里面，四部宗义里面呢，就像是以中观宗来说的话呢，那应成派呢，它也是不承许自证的。但是一成派不承许自证呢，和一切有部不承许自证的理由呢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因为应成派呢，它也不承许有形象的缘故呢，所以它才不承许自证。它不承许自证的原因呢，它是认为说，就是直凭眼知呢，它不需要再有一个领纳自己的自证呢，然后透有一个领纳自己的自证呢，然后来领纳他只要并不需要透由自证分呢来领纳自己。直凭眼知呢，他可以自己领纳自己，就如同呢油灯能够照亮自己一样的，所以他是由此理由呢而不承许自证。就假如说了知他可以自己领纳自己，不需要透由自证呢来领纳自己的缘故，所以呢他不承许有自证分。就是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像请问仁波切呢，自证只能感受认知，不能证得外境，那如何证得依他起自性成立？那仁波切是回答说，自证呢，它是能够证得外境的。就是把刚刚的问题呢，就是再稍微理清一下，就是说，没有错，领纳直凭眼知的自证呢，它是没有办法证得平直，但是呢，它可以证得净，它的净呢，就是指直凭眼知。那为什么说透由这一点呢？透由自证的缘故呢，然后我们可以去成立依他起是自性成立的呢？因为刚刚呢，最主要就讲述到说呢，就是因为你只要是承许自证的这些宗义的话呢，一定承许说自证呢它是无错乱事。那既然是无错乱的话呢，就表示说它所显现的呢，就会是如同它所显现的一般。那因为呢，直凭
最主要会讲到说依他起呢是自性成立的缘故呢，就是因为自证，因为自证呢，它所领纳的是直品眼知，那它在领纳直品眼知显现直品眼知的时候呢，它会显现直品眼知呢是自性成立的，所以呢，那因为眼知或者说直品眼知或这些了知呢都是依他起，所以呢，因为自证呢它显现直品眼知呢是自性成立的缘故，所以由此来成立呢依他起都是自性成立的。就是呢，对于自证呢，它能够显现直品眼知呢，是自性成立的缘故。那因为讲到说它是无错乱世的缘故，所以它显现呢，直品眼知是自性成立的话呢，就表示说直品眼知它是自性成立的。因为如果说它如果显现直品眼知是自性成立这一点是错乱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说自证呢它是无错乱之的缘故。所以呢，由此来安立说呢，所有的依他起呢都是自性成立的。这个最主要呢，就是出自于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就是广论里面的毗婆舍那。那广论里面的毗婆舍那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有境呢，它是自性成立最主要的缘故呢，就是因为说自证呢，它不会有错乱的，自证呢，它不会有错乱，而且呢，它不会是颠倒的，所以呢。因为自证它所显现的呢是自性成立的缘故呢，所以由此来安立呢，依他起呢都是自性成立的。那这个最主要的依据呢，就是宗喀巴大师的毗婆舍那的部分，广论毗婆舍那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自证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提到说呢，它是。就是配合刚刚就是您问的问题呢，就是说讲到呢自证呢它是不会显现外境的。为什么讲到自证它不会显现外境呢？因为自证它所显现的呢就是自心绪呢所设的这些有境，因为呢是它只能就是显现自心绪的这些有境的缘故，所以非自心绪所设的像是外在的这些瓶子以及柱子等等的，那就不会被自证呢所显现。因为呢我们在讲说到自证，所谓的自证呢就是了知自己证得自己，那了知自己证得自己的呢，指的就是指自证，所以它是自呢是指说了知证得了知，所以故称之为是自证。或者说我们讲到说能取相的时候呢，它所能取的呢就是取呢自心绪的这个有境的缘故呢，所以叫做能取相。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就是自证的时候呢，会提到说自证呢，它是向内见的这个了知。那像是五根知呢，是属于向外见的了知，就是因为它的境呢是属于外在的这些非心绪所设的境的缘故，所以它是向外见的了知。那自证呢是向内见的了知的缘故呢，是因为它所显现的或者说它所领纳的呢，就是都是自心绪的这些有境的缘故。在了解了就是说自证之后呢，就想要说第一个呢，就是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呢有自证。那第二个呢，他主张外境实有。那为什么他承许外境是实有的呢？外境实有最主要的缘故呢，因为他们承许呢，外境是由就是无方分的累积之后呢而成的这个围城呢，那一切的外境都是透由无方分的围城累积之后呢而成的，所以他在解释就是一切有部呢，它是承许说是有无方分，是它承许有无分。那无分呢，就是讲说方向呢，它最后呢就是到最后就是切割到最后呢是有不可切割最小的这个粒子呢，把它称之为是无方分。那所有的围城呢，都是因为这些。那这个无方分呢，是我们眼知呢所不可见的。那这个非常细小的围城呢，然后一个一个累积之后呢，那最后能够变成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围城。所以他讲到说外境实有呢，就是因为说，因为你物质呢，所有的物质你到最后分析到最后的时候呢，它会有出现一个不可切割的这个方分的缘故呢，会有无方分的缘故呢，所以讲到说呢，外境是实有的。那像是上部宗以唯识宗或是秩序派来说的话呢，他们都不承许说有无方分的存在，因为他们承许呢，一个东西你在
最后再怎么切割呢，你都还是可以再继续呢把它作为方向呢，然后来作为就是可以再继续切割下去的，所以并不承许有无方分。但是呢，一切有部呢，它主张外境实有最主要缘故呢，因为它承许说一切的外境呢都是由这个眼知呢所不可见的最细微的无方分呢，然后累积之后而成的，所以呢，他们主张外境是实有。那虽然说呢，就是应成派呢，还有说像是说十事中，就是一切有部和经部中呢，都承许就是外境是实有的，但是呢，他们都承许外境，就是应成派以及下部中呢都承许外境，但是他们所承许的外境呢，意思是不一样的。因为呢，应成派所承许的外境呢，就是非心绪所设的这些法类呢，就是把它通称为外境；非心绪所设的这些境呢，就是称之为叫做外境。那但是呢，下部中呢所讲述到的就是外境呢，是提到说，就是刚刚讲的为方分聚合而成的围城呢，称之为是外境。所以呢，两者虽然说都有外境的这个名字，但是所代表的意思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因为下部中所承许的呢是无方分聚合而成的围城，所以呢，它一定是和我们的眼知呢是有距离的存在，所以他们也是承许外境存在的。就是这边所讲述到的，就是应成派所承许的外境呢，是讲到说非自心绪呢所设的设法，就是非自心绪所设持的设法呢，然后安立为外境，所以主要还是以设为主，主要还是以设法为主。那这边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呢是外境嘛？那以应成派来说的话，那应成派他当然不会认为说身体是外境，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由我们的心绪所摄持的所以刚刚讲到说所谓的外境呢，就是非心绪所摄持的设法。那身体是由心绪所摄持的缘故呢，所以它并非是外境。就是说呢，当我们死了以后呢，那我们的这个色身呢，就是当我们的意识离开之后呢，那这个色身呢，它就不是心绪所摄持的了。就是有讲到说，应该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剪掉的头发是不是外境？就是说这样程序的话好像很奇怪。人们就说这个并不奇怪，他说还有一个更奇怪的说法。就是说头发还有指甲这一些呢，就是剪了之后呢，其实是不是心绪所测试，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争论，因为它剪下来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嘛。比较会有争议的呢，就是他们在辩论的时候会辩说，那如果是这样，像是壁虎的尾巴剪掉以后呢，或者是它尾巴断掉之后，它的尾巴还会动啊，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心绪所摄持的？他们大部分是会辩这个。至于头发跟指甲呢，一般是没有争议的。就是说，想请问仁波切，在四部中义呢，承许或是不承许质证呢，是经过理路而得到的嘛？那就是说，每个中义呢，他在安立他的这些说法，或者说他的见解的时候，那当然主要是以理路呢来做推论。那当然呢，除了理路之外，有一些像是以唯识中来说，他们承许质证的时候呢，也有他们承许质证的一些经典的依据。就如同呢，就是以唯识中来说呢，他们在安立阿赖耶识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安立阿赖耶识呢，从引经的话呢，就是佛陀在经典里面呢，就是有提到阿赖耶识，所以他们会透由引经典的方式呢，来承许阿赖耶识。那从理路来成立阿赖耶识呢，就是讲到说习气呢，它有一个能够安放习气的这个意识，那能够安放习气的意识呢，就是阿赖耶识。如果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话呢，就变成说习气他们有一个存放的地方，所以他们是有这个从理路方面呢来承许阿赖耶识，以及从引佛的经教呢来承许阿赖耶识，就是两者都会有的。同样的呢，就是他们安立阿赖耶识最主要也是依据的就是解深密经来承许的。接下来呢，讲到说小乘中义的补特伽罗，那就是关于说大小乘名字的安立呢，就是有3种不同的安立方式。那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就是小乘中义师和大乘中义师。那第二个呢，就是小乘以及大乘。
那第三个呢，就是小乘种姓以及大乘种姓，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说小乘跟大乘的安立的时候呢，会有这三种不同的安立方式。那在讲述到说小乘中义的补特伽罗和大乘中义的补特伽罗呢，那最主要区分的方式呢，就是以见解来分的，就是程序有法无我的这些中义补特伽罗呢，那就称之为是大乘中义的补特伽罗；那不程序有法无我的呢，就是称之为是小乘中义的补特伽罗。就是在见解里面呢，我们讲到说方便以及就是见行里面。见解以及行持里面呢，那在甚深的见解里面，就是有程序法无我的呢，称之为是大乘中义的补特伽罗。那像是一切有部跟经部中呢，因为不程序有法无我的缘故呢，所以他们是小乘中义的补特伽罗。所以是以见解呢是否程序法无我呢来安立，就是小乘中义的补特伽罗和大乘中义的补特伽罗。至于说我们讲的就是大乘还有小乘呢，最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像广论里面所说的，就是呢，心绪之中呢是否具备菩提心，就是心绪之中具备菩提心的呢，就是大乘行者；那心绪之中呢没有菩提心的呢，就是小乘行者。那当然，像在经庄严论里面呢，它就是安立了就是七种的内涵呢，然后来区分大乘以及小乘。那主要呢就是以广论里面所讲述到的呢，就是心绪里面呢，我们只要具备了世俗菩提心，就是呢能够无造作升起菩提心的话呢，那就称之为是大乘行者。那无法呢，就是无法在心绪里面升起这种大乘菩提心的大乘发心的这些行者呢，那就是称之为是小乘行者。但是呢，就是有一点要区分的呢，并不是说心绪之中呢没有菩提心的这一些呢，都称之为是小乘行者。像是呢修习清果的教授呢，那心绪之中呢已经升起了大慈、大悲，还有真上意乐。那虽然说这些有情呢，他还不是大乘的行者，因为他还没有升起菩提心，但是他快要升起菩提心的缘故呢，所以也不能把这些称之为是小乘的行者。那为什么说心绪之中呢具备大慈大悲还有真上意乐的这些行者呢不是小乘行者呢？因为呢他们的心绪里面呢并没有自力作意，所以呢小乘行者最主要呢就是心绪之中呢有自力作意的这种呢称之为是小乘的行者，所以并不是说心绪里面没有菩提心的呢都称之为是小乘行者，并不是这个样子。心绪之中呢没有菩提心的呢只能称之为是非大乘行者之外呢不一定是小乘的行者。那最后面呢就讲到说呢就是大乘种姓呢还有小乘种姓的差别。那所谓的大乘种姓呢就是心绪之中呢堪能升起菩提之因，就是菩提心的因的呢，堪能升起菩提因的呢，称之为叫做大乘种姓。那小乘呢，就是堪能升起小乘，就是二乘菩提之因的呢，称之为是小乘的种姓。那当然，我们可以把小乘的种姓呢，就是也可以再分为呢，就是堪为升起声闻菩提之因的呢，称之为是声闻的种姓。那堪为升起圆觉菩提之因的呢，称之为叫做圆觉的种姓。所以呢，所谓的大乘种姓或者说小乘种姓的行者呢，就是说他快要去入于大乘的这一种，他已经具备了去入大乘的因，就是快要进入大乘的这些行者呢，称之为是大乘种姓的行者。那他呢，快要升起小乘的这种，快要进入小乘道的这些有情呢，因为他具备小乘因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小乘种姓的行者。就是说有什么经论呢，可以中修持者升起坚定不退转的菩提心。那最好修持的呢，就是依靠着像是广论或是菩提道具论。那当然呢，如果说我们会修心的话呢，也可以依靠着就是修学五部大论呢，让心绪之中升起菩提心。那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回小向大的阿罗汉呢，就是阿罗汉行者呢，他在还没升起大乘的大悲心之前，是不是大乘种姓者呢？那仁波切回答说不是，就是说最主要他为什么不是大乘种姓的行者呢？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大乘种姓还没有显现。那大乘种姓有没有显现呢？就是看说你升起大悲心没有，最主要就是以大悲心作为基础，所以还没升起大悲心之前呢，都不能算是大乘种姓的行者。
那至于说他是小乘行者嘛，那同样的呢，他也不是小乘行者，因为刚刚讲到说是小乘行者呢，他是要有自力作意的，但是他现在呢都已经就是去向于就是大乘，虽然说他也还没有就是显现大乘的种性，但是他的心呢就是已经放弃了就是自力的作意，去向于就是为了一切有情，想要利益一切有情的这个方向呢在前进，所以他心绪之中没有自力作意的缘故呢，所以回小商的就是还未升起大悲心之前的这个阿罗汉呢，他也不是小乘的行者。当然呢，对于说就是小乘行者心绪之中是否具备大悲心呢？那这个呢，就是各派的祖师呢所承许的不一样。那像是色拉妹扎仓的这些祖师，或者说像是拱孟的这些论点里面呢，他们是承许小乘的行者心绪之中呢是有大悲心的。虽然说他们承许小乘的这些行者呢心绪是有大悲心，但是他们不承许说他们的心绪呢有增上大悲心，所以这个是做一个区别。但是呢，像是大部分就是三大师大部分的这个学派呢，都是承许说小乘行者心绪呢是没有大悲心的。那最主要的依据呢，是依据真华大师的就是善显密入中论善显密意书，还有说像是呢修饰初篇、修饰中篇，还有修饰后篇呢，那里面呢都是以这些作为依据呢，然后承许小乘行者心绪是没有大悲心的。那虽然说呢，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有一些差异，但是实际上呢，意义呢是没有差别。就是大家最主要就是对说，虽然说都是大悲心这个名字，不过呢，在认明大悲心的体性的时候呢，因为安立不同的缘故呢，所以才会有这些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从就是从内涵来看呢，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就是说，在如何就是判别说就是小乘行者的这个小乘种性行者的条件，小乘种性呢，就像刚刚所讲的，它最主要所希求的呢，就是希求就是小乘的菩提，就像是二乘的这种阿罗汉果位，作为它最主要的这种希求的呢，它最主要希求是小乘的这种菩提果位的话呢，那就是小乘种性的这个行者。那大乘种性呢，就是他的心呢，最主要是趋向于就是能够大乘的菩提，最主要是趋向于大乘菩提的这一种，那称之为是大乘种性的行者。那就讲到这边呢，就是我们可以再多加一个，就是刚讲到说小乘种性行者还有大乘种性行者呢，那还有一个就是决定小乘种性行者，还有决定大乘种性行者。那什么叫做决定大乘种性行者呢？就是入于至道之后呢，未证大乘果位之前呢，不入于道者，那称之为是决定大乘种性。那同样的呢，入至道后呢，未证小乘果位前呢，不入于道呢，那这个呢，称之为是决定小乘种性的行者。就是说呢，他进入了大乘道之后呢，他在未现证大乘菩提之前呢，他都不会趋向于其他像是声闻或是缘觉道的呢，那这个就是决定大乘种性的行者。那像是去入至道之后呢，比如说他进入声闻道之后呢，他未证的声闻果位之前呢，他都不会去向于像是缘觉或是大乘道的呢，那这个呢就是决定声闻种性的行者。所以又有分为决定大乘种性行者还有决定小乘种性行者两者。相对于说这个小乘种性行者、大乘种性行者，或者说决定小乘种性行者，还有决定大乘种性行者呢，那这个在现观还有中观呢，都会再的提起。成为小乘种性行者的条件呢，就是是否是坚定不移的出离心。那人们界说呢，这个并不是的，因为呢，出离心呢，它是入于道的一个基础，特别是呢，大乘道它更是需要出离心，不是只有小乘道需要出离心，大乘行者它更是需要出离心。因为所谓的出离心呢，就是希求从轮回解脱的这个心呢，叫做脱离心，叫做出离心。大乘呢，它更是需要这个出离心，因为我们在讲到说道的体性的时候呢，就是能够任运升起这个
能够任运升取出离心呢，是道的体性。那这个道的体性，它同样包含了大乘道以及小乘道，所以我们光看呢是否兼顾出离心呢，是没有办法判定它是能成为小乘行者、小乘种性者或是大乘种性者的。就是我们在讲述到出离心呢，出离心最主要是讲到说决定脱离轮回之心。那决定脱离轮回的这个心呢，无论是大乘行者或是小乘行者呢，都是具备的。那差别呢，就是在于说小乘行者呢，他决定脱离轮回之后呢，他所希求的呢，就是仅获得脱离轮回的这个涅槃的果位。是他所希求的。但是呢，大乘行者呢，他在决定脱离轮回之后呢，他并不是只希望自己脱离轮回，他也不是说希望一切的有情呢，只要能够获得脱离轮回的涅槃的果位就足够了。他是希望一切有情呢，都能够远离恶障，能够脱离恶障，然后成就佛果位，这个才是大乘所希求的。所以决定脱离轮回的这个心呢，只是一个基础而已，而且是大小乘呢都有的，所以并不能以出离心来判别他是成为小乘种性者。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住在5楼的这个人呢，他要回家的时候呢，他会有就是希求爬上1楼、2楼、3楼的这种心，因为呢，他要到5楼去的时候呢，他同样的他一定要爬到1楼、2楼、3楼，依次上去，他才有办法到达5楼。但是呢，住在2楼的这个人呢，他并不需要有希求到达5楼的这个心，因为他到达2楼之后呢，他就已经回到家，他就不会想要再继续往上面爬，所以大小乘呢，就是如同于此。就是说呢，住在5楼的这个人呢，他如果不经过1楼、2楼、3楼的话呢，他是没有办法到达5楼去的，所以他一定要经过1楼、2楼、3楼、4楼，他才有办法到达5楼。但是住在2楼的人呢，他不一定要到达5楼啊，反正他到2楼就可以了，他就回到家了。